唔知對面連住咩設備，其實打一條 command 就可以查到啦。首先介紹 CDP，即係 Cisco Discovery Protocol，係 Cisco 專用嘅協議。另外有 LLDP。Link Layer Discovery Protocol，佢係 IEEE 嘅開放標準，兩者功能好似，都係喺直接相連嘅設備之間互相分享資訊。分享嘅資料包括設備名、IP 地址、端口同埋操作系統版本。Cisco 設備預設開咗 CDP，想睇鄰居資訊可以打 Show CDP Neighbors。如果加多個 detail 字，仲可以睇到 IP 地址等更詳細嘅資料㗎。至於 LLDP 就要手動開。打 LLDP run 就可以啟動呢個功能。想睇 LLDP 鄰居，只要打 Show LLDP Neighbors 就一清二楚。不過要注意安全，對住街外嘅 port 記得要關閉佢哋防洩漏。你可以喺界面打 No CDP Enable 或者用 No CDP Run 全面關閉。大錯嗰陣佢哋係好幫手，但安全環境下記得按需要益咗佢啊。